嗱，我唔問你今年上半年過得有幾辛苦，亦都唔問你喺人際關係同埋金錢上面受咗幾多委屈，破咗幾多財。我今日只係好認真、好嚴肅咁同你宣佈一個極大嘅好消息。由踏入立秋嗰一刻開始，你大半生嘅衰運同阻滯已經徹底走到尾。好多人平時對節氣懵盛盛，以為立秋只不過係日曆上面嘅一個日子，或者覺得只係天氣開始轉涼咁簡單。我話俾你知，如果你咁諗就真係大錯特錯，白白浪費咗上天俾你轉運嘅大好時機。喺我哋傳統玄學八字同埋風水命理入面，立秋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嘅節氣，佢係一年之中最重要、最核心嘅天地氣場大洗牌。你回想一下，點解你今年上半年會覺得做嘢吃力不討好，揾錢極度艱難，甚至乎成日覺得心煩氣躁，周身唔聚財，屋企啲錢左手入右手出？因為上半年春夏兩季五行屬木同屬火，特別係今年火氣旺到去頂，點火係克金嘅金，就係代表你嘅財富、你嘅真金白銀。你嘅財水被上半年嘅大火瘋狂蒸發，你點會存得到錢？但係只要立秋一過，整個宇宙嘅磁場就會發生180度大轉彎。立秋一到，火氣退散，金氣正式登場發力。秋天喺五行入面正正就係屬金金秋，金秋講嘅就係財富大豐收嘅季節。立秋就等於上天為你打開咗一座巨大嘅金庫大門。尤其係今年丙午年本身火氣就重到離譜，上半年大家捱嘅苦受嘅氣，破嘅財比往年都要多，都會要猛。所以今年嘅立秋唔單止係普通嘅季節交替，更加係一次烈火轉金秋嘅運勢大翻盤，係上天俾所有人嘅一次補運機會，錯過就要再等一整年。我同大家講句實在嘅，立秋前後3日係全年金氣最旺、最容易接穩財運嘅黃金窗口期。呢3日有幾樣嘢千祈唔好亂做，做咗好容易沖走啱啱臨門嘅財氣。第一，唔好隨便同人嗌交講晦氣說話，秋金主收斂，一發脾氣就等於將剛到嘅金氣散走，好容易成個下半年都儲唔到錢，是非多多。第二，千祈唔好喺立秋當日借錢俾人，又或者幫人做擔保。金氣剛入你屋企，你一轉手就俾咗人，等於將自己下半年嘅財運借咗出去，好難收得返。第三，立秋當日唔好亂噏，窮慘唔好彩。呢啲負面說話口嘅磁場係最強嘅，你講多咗好嘅財氣都會俾你講走。反過嚟，立秋當日想接財接好運，有3樣小事隨手就可以做。早上去街市買啲金銀潤，或者買個金燦燦嘅沙田柚返屋企，寓意金銀滿屋。入屋之前拍拍身上嘅灰塵，寓意掃走衰氣。夜晚全家圍埋食餐熱飯，聚人氣亦都聚財氣。呢啲都係老祖宗傳落嚟嘅習俗，簡單又唔使花錢。大家順手做咗，下半年財運自然更加順。特別係有3個生肖，你哋捱過咗上半年甚至前半生嘅火燒煎熬，立秋一過，你哋嘅命宮就會直接開啟10年一遇嘅超級大運。你嘅財富會大開，各種正財橫財會好似泉水咁擋都擋唔住湧入你個袋。就算你唔係呢3個生肖，你都千祈唔好走開，因為影片最後我會無私公開教大家一個立秋專屬嘅全民接金催財風水嗰陣，想喺下半年徹底大翻身嘅朋友，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出苦盡甘來迎接橫財8個字，向宇宙發出你最強烈嘅求財訂單，將呢份立秋嘅超級旺氣徹底鎖實。我哋馬上為你揭曉第一位即將暴富嘅生肖。第一個喺立秋之後注定迎來10年大運、厚積薄發、資產暴增嘅生肖就係屬牛嘅朋友。屬牛嘅人，你哋自己捫心自問，前半生係咪過得真係好委屈？你哋天生性格踏實，責任心極重，做人做事從來都唔識得投機取巧，永遠都係最勤力、最捱得嗰個。但係上半年因為火氣太重，火燒旺土，屬牛嘅人就好似一塊被烈日暴曬到乾裂嘅泥地咁，生機全無。你喺屋企做牛做馬，大小事務一腳踢，幫屋企人孭飛，幫兄弟姊妹填氹，但係從來無人體諒你嘅辛苦，甚至將你嘅付出當做理所當然。喺公司你做嘢最落力，加班加到最夜，但係一到升職加薪，功勞永遠被嗰啲識得賣口乖、識得拍馬屁嘅小人搶走。你心入面有苦自己知，覺得自己天生就係勞碌命，注定要為人作嫁衣裳。但係屬牛嘅朋友，
你哋嘅眼淚同汗水絕對無白流。立秋一過，金氣大旺，五行入面土能生金牛，正正就係屬土。你前半生默默耕耘種落嘅因，你食過嘅虧，你捱過嘅苦，會喺立秋之後全部起晒變化，變成閃閃發光嘅真金白銀。呢個絕對唔係短暫嘅好運，而係你人生真正黃金10年嘅開端。屬牛嘅人晚年暴富，靠嘅絕對唔係繼續出賣勞力去賺辛苦錢，而係靠你嘅資產越滾越大同埋極強嘅守財能力。立秋之後，你會發現以前買落覺得無咩起色嘅物業，看似增長緩慢嘅長線投資，甚至係一啲你差啲忘記咗嘅保險基金，會突然之間迎來大幅度嘅升值。你身邊會出現極具實力嘅貴人，指引你參與一啲穩賺不賠嘅項目，你嘅財富增長模式會由加法變成乘法。更加令你欣慰嘅係你年輕時嗰種堅韌不拔嘅身教，深深影響咗你嘅仔女。立秋之後，你嘅仔女會突然全面開竅，事業發達，佢哋會用最豐厚嘅物質條件嚟回報你，每個月俾大筆家用你嘆世界，買大屋請你去住。屬牛嘅朋友，你哋嘅辛苦終於捱到頭啦！即刻喺留言區打出土生金大發財，伸出雙手接實屬於你嘅10年黃金大運。講完牛，我哋嚟講第二個立秋之後運勢徹底大反轉，驛馬逢金洞中發大財嘅生肖，就係屬猴嘅朋友。屬猴嘅人天生聰明絕頂，腦筋轉得極快，交際手腕靈活，平時總係有好多賺錢嘅好計仔。但係今年上半年，你哋係咪覺得自己好似被困喺一個透明嘅玻璃樽入面咁？明明見到出面有大把世界，但就係衝唔出去，因為上半年火旺火正正就係克金嘅屬猴，五行屬金，你被大火死死壓制住，有志難伸。你滿腦子揾錢大計，但係一實行起嚟就處處碰壁，資金周轉唔過嚟，合作拍檔臨時縮沙。最慘嘅係身邊突然多咗好多笑面虎同小人，當面當你係寶，背後督你背脊，搞到你無端端破財兼受氣，心情跌落谷底。但係屬猴嘅朋友，你哋準備好開香檳慶祝未？立秋一到，秋天正正係屬金嘅季節，亦即係話立秋之後，天地氣場完全進入咗你屬猴嘅絕對主場，壓制住你嘅火氣被秋風一掃而空，你身上嘅金氣光芒萬丈。最犀利嘅係立秋之後，你嘅命宮會飛入一粒勁到爆炸嘅驛馬星。驛馬星遇上金秋，喺命理上叫做動中生財，越動越旺。下半年你千祈唔好再安分守己咁匿喺屋企，或者留喺原來嘅舒適圈。只要有新嘅合作機會，有跨界嘅商業邀請，甚至係外地嘅發展機會、出差旅遊，你一定要大膽去馬。你嘅財富全部喺遠方，全部喺變動之中。你嘅直覺會變得極度敏銳，無論係傾生意定係做投資，你都可以一擊即中。你嘅偏財運會迎來排山倒海嘅爆發，可能係一筆極大嘅佣金、項目分紅，或者係股票市場上嘅巨大斬獲，甚至連買張彩票都有意外驚喜。呢10年嘅大運會令你從一個處處受制嘅普通人，一躍成為成個家族裏面最有實力嘅大財主。以前睇你唔起嘅小人會自動退散，甚至掉轉頭嚟巴結你屬猴嘅朋友。屬於你嘅王者季節已經降臨，即刻喺下面打出驛馬星，動橫財就手，將所有小人踢走，迎接你嘅發達大貴人。第三個喺立秋之後，財富徹底大開，權財兩得，晚年威風八面嘅生肖就係屬龍嘅朋友。屬龍嘅人天生自尊心強，有領導才能，心懷大志，永遠都想做到最好，將最好嘅一面展現俾人睇。但係上半年屬龍嘅朋友，你哋心入面嘅壓力有幾大，真係只有你自己先知。好多屬龍嘅人上半年經歷咗人生嘅低谷，可能係事業上被上司無理打壓，可能係自己搞生意面臨資金鏈斷裂嘅危機。但因為你愛面子，你喺屋企人同朋友面前依然死頂，扮到若無其事，其實內心焦慮到晚晚失眠，覺得自己就好似一條困喺淺水入面嘅龍，完全發揮唔到威力，甚至有種被世界遺棄嘅無力感。但係屬龍嘅朋友，請你即刻抬起頭，挺起胸膛，因為立秋之後，你嘅命運即將迎來翻天覆地嘅大翻身。喺12地支入面，龍叫做神，神係咩啊？神係巨大嘅水庫，亦都係最強大嘅財富。上半年火太旺，將你水庫入面嘅水燒乾燒淨，你當然無錢。但係立秋一個金氣大旺，五行入面金係能生水嘅，
天地間源源不絕嘅金氣會化作滔滔不絕嘅金水，瘋狂咁注入你已經乾涸咗半年嘅財富入面。你個財富會瞬間被注滿，甚至滿到射出嚟。呢10年大運絕對係你人生權力同財富嘅最頂峰。你唔單止會賺到令你驚訝嘅財富，更重要嘅係你會贏返你最看重嘅尊嚴同埋社會地位。如果你係做生意嘅，立秋之後訂單會好似雪花咁飛埋嚟。以前對你愛理不理嘅大客會主動揾你合作。如果你係打工或者做管理層嘅，你會遇到極大嘅伯樂提拔你連升幾級，手握重權，喺公司度呼風喚雨。你嘅正財穩如泰山，偏財更加源源不絕。你晚年唔單止完全唔憂錢使，仲可以留低一大筆極度豐厚嘅家產俾你嘅子孫後代。你喺家族入面嘅話事權會升到最高，所有人都要睇你面色，聽你指揮。屬龍嘅朋友，潛龍終於升天，即刻喺留言區大聲打出財富大開，富貴逼人，接住你下半生無可撼動嘅無敵福氣同地位。講完呢3個即將迎來10年大暴富嘅生肖，我相信好多無講中生肖嘅朋友心入面一定有啲心急，甚至有少少失落，諗住死啦！我唔係屬牛、屬猴，又唔係屬龍，咁我下半年係咪注定無運行，要繼續捱窮受苦啊？大家千萬唔好走開，更加唔好灰心。我一早就講過，立秋係成個地球磁場同氣場嘅大洗牌，大自然嘅恩賜係公平嘅。任何人只要識得借用呢個時機去佈局，都可以強行扭轉乾坤，將財神爺請入屋。而家我就免費教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觀眾一招極度靈驗，專門針對立秋轉運嘅蘇派立秋接金催財嗰陣，只要你跟住做，無論你係咩生肖包，保你全家下半年橫財就手。豬籠入水，大家聽清楚個原理。立秋之後，金氣最強大、最旺盛嘅方位就落喺你屋企嘅正西方同埋西北方。正西方代表對卦，西北方代表干卦。呢2個方位喺下半年就係你屋企嘅超級聚寶盤。聽日一早起身，你第一件事就係攞出手機指南針，企喺客廳中間，找出正西方同西北方呢2個角落，你即刻去檢查。如果呢2個方位堆滿咗垃圾、雜物、爛鞋或者發霉嘅嘢，即刻同我清走晒佢。更重要嘅係金最怕火，你絕對唔可以喺呢2個方位擺放任何大紅色、紫色、橙色嘅物品，更加唔可以擺電暖爐、微波爐或者一直着住嘅大燈，因為火會克金，會將你屋企啱啱凝聚嘅財氣散得一乾二淨。清乾淨之後，我教你點樣佈陣。你去揾一個乾淨嘅白瓷碗，或者一個透明嘅玻璃碗，因為白色同透明喺5行都係生黃金水嘅。然後你喺個碗入面放入8個1蚊硬幣，或者如果你有古銅錢就放8個銅錢。記住一定要洗得乾乾淨淨、立立令。點解要放8個？因為8代表8白大財星，係當旺嘅超級吉星，而硬幣同銅錢本身就係金屬，代表真金白銀。你將呢碗裝住8個硬幣嘅白瓷碗，穩穩陣陣咁擺喺屋企正西方或者西北方嘅高處，好似櫃頂台面就最適合。呢個風水局叫做8白聚金局。好多朋友同我講話自己都有擺風水嗰陣，但係總係唔見效。其實10有8九都係細節冇做好，白白浪費咗好時機。今日我同大家講清楚幾個關鍵細節，跟住就聚財效果先至會明顯。首先係擺陣嘅最佳時間，傳統嚟講最好就係立秋當日嘅申時，亦即係下晝3點到5點。呢個時辰金氣最盛，擺陣接財效果最強。如果當日要返工冇時間，立秋前後3日之內擺好都得，越早擺接財越快。然後係硬幣嘅講究，盡量用新淨冇污糟嘅硬幣，唔好用刮花晒、發黑嘅舊硬幣，乾淨先能夠聚乾淨嘅財氣。有條件嘅朋友可以放8個5帝錢，氣場會比普通硬幣更強。但普通1蚊雞硬幣一樣得，最緊要係誠心。第3，擺嘅位置有講究，一定要擺喺乾淨穩固嘅高處，唔好擺喺地下，又或者垃圾桶旁邊。廁所門口污穢之氣會沖散財氣，亦都唔好擺喺人來人往、成日碰到嘅地方。財富要穩陣，一倒財氣就散。最後教大家點樣維護，每隔7日左右就去睇下碗入面嘅水，如果水變濁變少咗，就及時換乾淨嘅清水硬幣，可以沖乾淨再放返。千祈唔好擺咗之後就完全唔理水，乾咗污糟咗，聚財嘅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教錯，一個方位擺一個碗就夠，唔好貪多，擺幾個風水講求聚唔係多，擺太多反而氣場雜亂，財氣聚唔埋。只要你喺立秋前後佈好呢個陣，個白瓷碗同硬幣就會好似一個超級強大嘅財富磁鐵咁，日日夜夜不間斷咁幫你將天地間游離嘅金氣同財氣全部吸入你屋企。你屋企嘅磁場會瞬間變得極度招財，包保你下半年無論做咩都順風順水，出門遇貴人，投資有斬獲，財源好似開咗水喉咁滾滾而來。各位朋友，命運從來都係掌握喺自己手入面，風水命理唔係迷信，佢係一套教我哋點樣順應大自然磁場趨吉避凶嘅天地法則。立秋嘅氣場轉換，一年只有一次，錯過咗就要再等一年。你前半生食過嘅苦，受過嘅累，上天全部都睇到晒，記晒數。只要你保持善良，唔好放棄，把握住每一次轉運嘅契機，你絕對配得上晚年最頂級嘅富貴同安穩。我強烈建議你睇完呢條片之後，千萬唔好自私，淨係自己知。你一定要即刻點擊分享按鈕，將呢條充滿轉機同希望嘅影片轉發去你哋嘅家族群度，或者直接發送俾你最關心嘅屋企人、父母、伴侶同埋仔女睇，提醒佢哋立秋就快到，叫佢哋把握呢個大翻身嘅黃金機會，教佢哋佈置好個催財嗰陣，你教人發財，幫屋企人趨吉避凶，呢份無私嘅善意，上天一定會睇得清清楚楚。玄學最講求嗰種善因得善果，你分享福報，宇宙一定會將雙倍甚至10倍嘅好運同財富回報喺你同你家人身上，為你家族積累深厚嘅陰德。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玄學原理解釋得夠清楚，急出嘅風水佈局真係實用，而且幫到你驅除內心嘅迷惘，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小鈴鐺，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正能量同智慧嘅大家庭。咁樣以後每逢有重大嘅節氣轉換、星象變動，或者有更多保命催財嘅風水秘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保證你喺未來嘅日子裏面行少好多冤枉路，步步高升，遠離小人財運亨通。最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觀眾，無論你係咪頭先講咗嗰3個生肖，都請你喺評論區用最堅定、最渴望改變現狀嘅心打出立秋大翻身，10年橫財運。呢10個字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最強烈訂單，亦都係你正式迎接10年大運嘅第一步。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加持，將最強大、最純潔嘅招財旺氣送俾你哋每一位。祝願大家立秋過後霉運全消，財神自動入屋，正財偏財齊齊爆發，賺到盆滿缽滿，萬能令享盡清福，一家人齊齊整整。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我哋下期節目再為大家揭開更多命理天機，祝大家事事順利，下次見。